同学当欧，东啊，想讲哦，会讲会讲。认真是两字拢唔免合嘴，拢唔免合嘴嘿，认真，你个咪个合嘴？认真。对。哦，你这人真正认真哦。哎，做人你真认真的哦。因为你命运哦，因为你命黑白讲，所以你运道会走歪去。法啉好了正，你的运道就一路拢好啊。为山，为水，为玲珑。欢迎这位主持人彭恰恰。大家一直叫，心情都袂改叫。哇，这是咧拍棒球才看到这场面安尼呢，迄叫做波浪有啦，波浪。欢迎收看《为山为水为玲珑》来讲台语世界通，我是大家好主编，我叫做彭恰恰本人，在所为大家来服务咱台语的水、台语的美丽、台语的曼妙豪宅。当然，节目开始前要来拜祖先。现在咧7月15号，咱来拜这个公妈吼，公妈咱是在算讲咱的祖先伫咧厝内面呢，比如咱一家大细出入平安，慎终追远是咱台湾人所坚持的这个精神。而且呢，有时阵要拜地基主，地基主通常呢，伫咧后壁门伫咧拜，还是咧走骹伫咧拜，到底拜哪里呢？连面再请教这老师，讲毋着是因兜的代志。哎呦，今仔日这场。因为有两个这个来宾吼，平常时啊，伫这个各大这个综艺节目内底吼，较早无人讲综艺节目啦，这摆叫做综艺节目。因为看到两个摆真笑亏，这笑亏到底是倒两字，咱两面就来处理。所以今仔日的问题有够多人来一一解决，所以需要来介绍咱这台语文的专家，欢迎邓安珠老师。为山，为山，为水，为玲珑，开讲唱歌拢会通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珠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老师，你这么久啊，还阁未习惯迄个卡面啦？昨录了伤忝，好细心啊，细心好，听过来句啊有无吼？今仔日有哪真学咧啊？今仔日的来宾已经开始咧出声，好，一日请来宾用台语自我介绍，为班长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班长林宗兴，我是高雄人，正港的下港囡仔，下港囡仔，下港囡仔。对，你大家拢讲创作歌手。对啊，即摆讲无共的。出过几张唱片？我出过3张唱片，拢是家己写的歌。对，所以拢无啥物人听过。是啦，人若有自觉，这是真好代志。上惊就是讲不知家己的这弱点何在，啊，正如我后壁要介绍这两个，吼，哎呀，有啥物土大气？跟我拢小可有关系啦，哈。来，你两个拢共姓，来，请你先自我介绍，开始。胖哥好，老师好，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马国比。这是艺名，我的本名叫做郑信元。哦，大家好。讲只对啊。要讲较长的吗？我是这个胖哥的大孙啊，伊的孙啊，不是啦，伊的胖哥的迄个徒弟是柯孝顺，我的师傅是柯孝顺。所以我看到胖哥，我叫胖哥叫西公。西公是你讲的啦，爱叫西祖啊。西祖。以后你若有需要，我会甲你做西公。免啦，即摆一切简单就好啊。系啦，代志拢过啊吗？过差不多啊，差不多啊。差不多啊，意思差不多。
台语真趣味啦，差不多是两种诶。是一种是差不多好啊，一种是没事啊，没放心啦。啊，我是差不多要好啊，迄种的啦。哦，赞，恭喜啦，恭喜啦！对啦，人生是安尼，唔惊艰苦，唔惊拄着困难啦，吼，面对困难，认真解决。对，你若敢面对问题，问题就解决一半；你若逃避咩讲？刀片，你若躲避问题，问题就加一倍咯。真好的经验嘛，吼。无好啦，迄无好经验，无好经验。现在一切万事如意，是，即摆一个月趁偌济？这咁好，国税局有咧看的。我即马吼嘛，阁有咧中华咧卖早顿，目前开2间，啊台中有咧卖煎鸡排1间，啊，煞来后个月要开始来卖大肠面线。哦，安尼啦，你一句话趁袂少。莫讲30-40万呢。莫讲50起跳，莫讲吼。比演的界更较好。莫这位，请你自我介绍用台语。phong哥好，老师好，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。我的艺名叫马里欧。马力欧，马力欧，本名叫卜国光，卜国坚还是卜国光？台北、高雄无共，可能伫台北叫卜国坚，可能伫高雄就叫卜国光。我这个人真单纯，我真含慢讲话，我嘛是为高雄来，我就袂晓讲台语。今日来遮吼，上电视还搁上课，啊学一寡物件。上课是啥物件？上课，上课，可能伫台北叫上课，高雄就上课，拢共款，拢叫上课。就是安尼，我是足认真的啦，认真，袂使合嘴，认真，拢袂使合嘴，认真2字拢袂使合嘴。我是足乖，安尼较简单，我这人。买啦！唔是我无叫你跪啦，本人不来吃，那个祖先来会点死的你安尼。来一坐。因为咱少年人讲台语袂晓讲啊，我就袂晓讲。有阵时讲台语，爱合嘴无合嘴，合足济。比如讲心肝，嘿，有人唱歌叫心去，无心，关我嘴心肝。所以认真是2字拢唔免合嘴，拢唔免合嘴，认真，你个咪个合嘴，认真。对。哦，你这人真正认真哦。你做认真的哦。对，所以认就无难度，责任的认嘛。足困难的啦。这困难，卖语我要创好。你讲你的本名啥？卜国光还是卜国坚？可能伫台北叫卜拢唔对。你是做产业经理，你读经啦，经作嘛。对。啊，你2音拢唔对。卜国坚。经卜国坚，那这歹读，你好啊，这个名是。我多啊！厉害！我这个名48年前去和老师算命。48年前啥物啊？48年前。嘿，安那？去阮爸爸摕我的名去和老师算。摕你的名？摕我的名去算。哦。300块，搁开300块。啊，讲安怎？你这个好，你迄个老师就教阮爸爸讲哦，你这个好像不得了。不得了，就不得了，不得了吼！将来做总统。无啦，意思讲哦，你若是袂晓读册，就无人会晓读册啊啦。你读册你就放心啦。毋过我高中就留级2届，落地，迄叫做落地2届啊。同学东欧，东亚，东亚，就东欧，他会讲会讲，东亚，卖脑啊，即摆落去啊，东亚吼，拢3年级啦，3年啊，我搁留了1年，我就无爱读，我就无效会当读。阮爸爸就甲阮妈讲啊，啥物老师讲啊，你读者我毋免烦恼，啊30秒后。安尼讲嘛对啦，你即马无效诶，我就毋免烦恼啊。
我整理一下啦。你讲的是高我中的时讲的话你阵，搁爱整理。我听不清喎。是高中的时阵，高中的时阵，人高一的英读到高三，你个留咧高一的就对啦。所以海小嘛，现在讲都唔对啊！你英文拢有册通我读啊。安尼讲，安尼无安尼会歹势啊！人就要考大学啊！我搁咧读。啊，你尾也什么毕业相关的学历是到？国光艺校，国光艺校第一名，第一名哦，第一名。第一名入去，第一名出来。我是讲真的，拍波啊，各位！这代志真正不可思议啦吼！第一名第一名出来，即马变安尼。因为是有一张车祸吼，一张车祸，车祸算张的哦。一张车祸当中，小明失去了伊的双手。双手啦！车祸，即摆是咧录啥物车？车祸几号？车祸啊！袂记哩啊！报车祸，你毋是要停车停要报车祸？是讲车祸，这台语深色就是安尼。车祸安怎？车祸，哎呀，就弄着头。哎呦啊！即马即马几啊年后，我食久物件，食久的代志拢袂记哩啊！我即马来遮就要重新开始我的人生。重心毋是中心吼。重。你来，老师啊，今日在台语边啊。哇！拄着迄算命，可能就是配王之王，无配头壳的公，所以我白甲你配，我白甲你骗吼。毋过就讲名往做参考啦吼。你那个马里奥叫，若讲咱叫咱台语的头壳，应该是马里腰。腰是鼻音，啊腰则是腰饲腰囝腰。腰子的腰。对，讲头栽尾，你随当接袂过，安尼真好。毋过伫艺名尊重你的艺名啦，吼，你要安叫少年的欢喜就好，老的无意见吼。毋过就是迄个马国碧这边吼，是你是马国碧，毋过你讲马国碧吼，国碧咱台有一个词啦，吼，这人做国碧的。哇！这人做国碧的系孤僻，孤僻啊！所以你有时咧名爱讲得好，我叫马国碧，毋是马国碧。比听无？你若头位比，嘿，古笑比只比去哦。你本来是状元要提笔的，结果你变涂骹咧说只比。国笔甲国笔差足济，所以你也甲讲个对。另外头讲你讲电信员，跟咱即日若本人读个声电声员，这是原因。毋过甲中间共款一个问题啦，名宗主人你要安怎叫？尊重哦，因为这是学术上啦吼。啊，头一个词咱讲刀片是毋对，咱台语正个应该是刀逼嘿，所以罔做参考啦吼。啊，今仔两个拄着遮吼，拢真重在，因为你命运吼，因为你名黑白讲。所以你运动会走歪去，所以后摆你来讲我是马国碧，嘿，毋是马国碧，安尼啊发音好了正，你的运动就一路拢好啊。老师，我想要借问一个，这名是我家己讲了好就好，还是别人甲我黑白讲我的名就无好？因为我的名，大家拢甲我黑白乱念啊。阮即摆是名利节目人若甲你问，你就甲伊讲。啊加减，大家拢话你叫着，加一人甲你叫着，你名佫加1分，两个甲你叫着加2分，安尼运动愈来愈好。所以后摆毋若讲开10斤啊，你可能开100斤就有啊。后摆爱阮 VIP 卡哦，爱阮 VIP 卡。好，我会加油。请大家莫佫叫我马国碧，是马国碧。毕业，马国碧。后壁3个学员欢迎吼，后壁我有讲到啦，讲这两位看到咱台拢感觉因真笑亏这两字来别人写，我请老师吼先甲因写着。笑亏，这两字吼定咧听到。对，所以笑一定倒一字。笑，喙笑，目笑。嘿，笑亏。一般咱是写着什么亏啊，什么？一般一个言字平字。嘿，亏鞋，哦，亏鞋，哇，哦，这
这两个叫做笑亏，笑亏，好，今日小学上我讲笑亏，是，这平常时啊，大家较安尼讲，啊，你这笑亏，这笑亏，有些是啥物科学的科啊，有诶无诶，拢唔对吼。正确是这两字，啊，这两字，这两那字文的读巧，含巧，含含巧归天，含巧归土，含巧归土。感谢老师吼。多谢。后来，目睭是咱人上重，咱这个灵魂之窗，灵魂之窗，文言读创意，所以目睭会使变化真侪物件。演戏靠的就是眼神来用目睭做你的面，把这个表情唇甲甲迄文字讲出来。目睭，哎，我讲目睭啊，我就讲着青，我讲目睭啊，我就讲破汤，我讲目睭啊，我讲甲你叫，我讲目睭啊，我讲目睭假假，我讲目睭啊，我讲破面破天，我讲目睭啊。我讲洗目子，所以老师有个别项的无？目睭有个别项，西目尾，西目尾，西目尾，我甲你剪，银剪，万一是伊咱咧目斗，咱咧起厝的时阵，人咧目斗一样关刀，所以迄条绳啊叫目钱，安尼算我甲你钱，吼。哇！啊，有时候囡仔里内底有读册无？啊，你嘛去甲闪一个，甲撩一个，绕一个，甲换一个，安尼。对，甲照一个，哎，加叫叫这，目斗你可能听无吼？目斗知，甲他做目的迄个面线，内底有目水，水，他所有咧捏一个，我度哎。伊直咧了直线咧会较重啊。好来，拄啊目睭算什么换喙啊？哦，水，喙来吹哦，哦，喙的动作就到这啊。来，喙，张分啊，张我生日啊就分6节，你动作怎样做出来？一般台湾台语不是咧讲辣椒，拢是讲辣条。辣条，我喙翘翘，喙会当钓3斤猪肉，喙翘翘，喙翘翘，喙翘翘，喙假嘛，上简单的假，假，哎，莫讲我无互恁机会哦，我甲上简单你敢食咧底食咧底分足项物件，食的动作就到这个来喙，开开，开喙，喙，数讲数物件，喙，咁咁喙，喙，多喙，拉会使吧？拉会使吧？垃圾，喙，增袂歹，喙，讲话讲，讲，喙，唱，好来，老师打卡落起来。我讲喙啦，我就讲个本，我讲喙啦，我就讲翘翘，我讲喙啦，我得讲假，我讲喙啦，我讲开开，我讲喙，我讲我讲喙啦，我讲唱好，我讲喙啦，我就讲假，喙啦，我就讲多，我讲喙啦，我得讲拉，我讲喙啦，我就讲脏，我讲喙啦，我讲，我讲喙啦，我讲拿，拿个真，我讲过啊，你是拿，我是拿，你是拿，我是拿用喙齿，用喙齿来拿吧。迄囡仔有时拢啊拿，啊你是拿，垃圾，对不对？我无听过拉，无听过。啊，搁会当刻骨头， OK，会当硬甘蔗，可以甘蔗，硬甘蔗。哦，硬甘蔗，硬甘即摆蔗，少年可能捌硬甘蔗，用迄咱喙去夹迄皮吼，嘿，甲刻落来，压落来，迄叫硬甘蔗，刻骨头。哇，那我有听过，喙拢会破空嘛，会破皮，所以拢会抹那个护唇膏，
抹护唇膏。啊，阮爸爸就讲，你迄喙吼，迄喙齿莫伫遐拿，迄有口水伫个外口，你的喙齿就会喙烂。口水，你的口水，我和你差不多啦。嘴有毒，嘿，喙烂，喙烂会有酸，还是安怎？迄喙唇会破去，会搁较大，对。所以阮爸爸就讲，莫伫遐拿。真正听你讲完，我老屎。来，我刷去，咱来俗语讲了好。这个小毕甲马哥吼，含这个雅雅吼，三个人是共班的同学吼。啊，这个平常时啊，这个小毕吼，足爱欺负这个雅雅啦吼。啊，这边啊你甲欺负一个，啊迄边啊你甲吐一个安尼吼。啊雅雅吼，去用欺负甲吼，拢唔敢出声啦。即天小毕又搁咧欺负伊啊，啊结果会安怎呢？咱继续来甲看落去。雅雅，啊，即马下课这个时间，你来食，哦，搁食物件，安尼唔好啦。你物件我看卖啊，阿啥？你的饼，我食看卖啊。我食饱。你免，你摇3工拢袂快出你迄落散落。过来中秋节啊！这上新的吼，我看卖啊，就我看一下啦。哇，这你男朋友哦？哎呦，看卖啊，有较水的同学无？小毕，你讲错啊？你伫咧创啊？老大的。老大。我看你，我就知你搁讲欺负啊！无。你咧食啥？无。你有饼食？拄啊。真正。我拄啊，我巴肚有小可枵，摕一个碗来孝哥。互你食咧遐。你今日叫到我来啊？起来！有物件唔使摕来孝哥者。啊！这减肥的饼。哦，等下。啊！哦，你个滑手机啊？无啦，这其实哦，就是哦。其实安怎？哦，你有钱啊！你即马你有钱爱行人哦。有啦，拢有咧行啦，那我就无为他坐呢。对，歹势，真理解啊。好。哦，你手机要买偌济？胖哥，你碰过啊？教官，你好。安那？迄小毕。小，你叫教官哦？无啦，教官啦，小毕啦，伊抢我的饼去食，搁摕我的手机去画啦。你抢伊的饼去食，搁摕伊的手机啊？无，你心甘情愿分我食的了。干，安那摕你的手？啊，因为我无可能食这种饼，这种饼是减肥的嘛，害你。对，减肥的饼，对。调。恁两个我太了解，一定是你看伊抢人的饼，抢伊手机啊，你家抢倒过来，一定是你就歹鬼带头，你先摕伊的饼，搁摕伊手机啊过来，做两个做伙欺负这查某囡仔，对不对？恁这两个真正是胭脂马拄着关路呀！刷入去第2句的俗语开始。
啊！你在食啥？我哪没有？袂当食了，我看。哦，这饼上赞。你个呀，我看。哦，嘿嘿，相棍啊！对，你是咧创啊？你搁甲人欺负啊？无，我目睭就看到你搁我讲无，真正无。哦，你有食物件啊？你有食物件，你唔知要摕来互我好过一个。我买来互你食。买来互我食，我食看卖。这是减肥的减。哦，你即马好嘢啊！你搁换手机啊？哈？哎，装手机啊，食物件无非常多。哦，来，啊，安娜，来，情人雅座，来，其他拢甲你传好啊，都来。哎，报告，教官，啊，搞啊！安怎？伊小臂啦，伊拄则抢我的饼，搁摕我的手机啊呢。你抢伊的饼，摕伊手机啊？哪摕你手的？哦，因为即马哦，咧歹心的学新的想哦。我是看这饼有敢有毒。太了就免再讲啦。哎我太了解恁两你个。减肥的饼，一定是你摕伊的物件，你抢伊的物件，哦，你搁摕伊的物件来算，所以你查囡仔求恁两求这查囡仔，我太了解恁两个行为，恁两个真正是天落红雨马生角，拍破过来。来，以上这个剧演了有较长，因为演员真好，厉害叫。但是拄好这个情形哦，迄两句小句就出来哦。第一句叫做“演要被乌人骑，演子要拄关关路路牙第二句叫做“天落红雨马生角”。来，感觉这个情形是第一句才对，请举手。第一句五个，哈？所以你是感觉第二句？因为我感觉第一句乌马乌人骑是拄着，迄敢若是一个缘分，你知影？胭脂马拄着阮阿娘，不是啊，阮拄着关老爷，拄着关老爷，迄是一个敢若是天作之合，天作之合。天作之合的感觉了。好，所以你竟然是天落红雨马生角，对，什么意思？我嘛唔知。天落红雨马生角，这代表着这件代志是无可能发生的。这件代志是啥物？这件代志，这件代志是无可能，因为天无可能落红雨，马嘛无可能生角。会对。袂歹，解释了真好。老师正确答案是，就是乌马乌人骑，胭脂马拄着关老爷。伊这俗语是安尼啦吼，就是讲咱讲顶丝关的丝，啊来咧，低头关本机。所以有一条大贼夹小贼，溜鱼夹目贼，强中自有强中手。所以就咱一个食一个，一个食一个安尼。啊，另外讲到迄个天落红雨马发角，这其实是规贯的啦吼。天落红雨马会发角，石头下烂老卵出壳。豆生不艺，年过满月，这规个讲解拢是啥物？无可能的代志。可能的代志。我讲对。豆是啥？豆豆是豆生豆婆啊，豆豉啊，就是已经做，咱有可能个不过对啊，豆生不艺是无可能啦。年过嘛无可能满月啊。系啊。哇，今仔有这啊吼！今仔这个马力优先生，哇，算你拄啊解释得袂歹吼。应该是。来，拍拍过来一个。吟诗说文真趣味。这首根据老师甲我提供，讲这是囡仔歌，但是囡仔歌我小仔毋捌听过。较早阮做囡仔是一个炒米香，二个炒韭菜，三个青凉滚。
大概是这款。嘿，有的人各地有无共款的念法。对。但是这就无遐简单啊！吼，因为有的字吼，可能看有会看无，佮读无哦。来，主音老同学，请你先念一遍起来。转播吗？去看嘛。火车要行东港桥，哪行哪走哪咧叫，一声底来一声长，哪熬摇真熬摇。熬，摇一个来，摇一个去。皮泡头，皮泡头，过来。火车要行西螺港，西螺港，这说的恁吧？西螺桥，哪行哪走哪咧摇？因哥哪过是棒桥，真熬摇，摇一个来，摇一个去，皮泡头。好，小可有问题啦，问题出对我大概小可知影，但是咱还未想要讲正确念法来，迄个这边这位马先生请。这个吼用念的是较歹念啦，若是用唱的是较好。用唱的，用唱的，你唱啊。火车若行东港桥，哪行哪走哪咧叫，一声长来一声长。真高摇，就是会使哦。火车哪行东港桥，哪行哪走哪咧叫。这叫哪？火车要行东港桥，哪行哪走哪咧叫。一声底来一声长，一声底哦。底来，一声底来一声长，真高摇。摇一个来，摇一个去，匹配，匹配，好嘞，跳过。火车要行西螺桥，西螺是倒位？西螺，火车要行西螺桥，哪行哪走哪咧摇，银歌甲银歌呢？银歌吼，银歌若过是板桥，银歌若过是板桥，真熬摇，摇一个来，摇一个去，匹配桥，这两个，请回好，大概拢差这三字的问题较大吼。来，班长，你感觉这三字咩读？我感觉我是用摇的哦。匹扑调。哎呦，干掉。熬哦，班长就是班长诶。迄个另外这位马先生。我们是感觉是皮泡调，因为坐火车嘛，对啊，调来调去啊。你是桥多摆吧？无，迄个是我。原来是我调诶。对，是大家你三字较调啊调吼，唔知影吼。来，老师有请。火车要行东港桥，哪行哪走哪咧叫，一声底来一声长，真熬摇，摇一个来，摇一个去，匹扑调。火车要行西螺桥，哪行哪走哪咧摇，英哥若过是邦桥，真熬摇，摇一个来，摇一个去，匹扑调。谢谢老师请回哈，咱有听到吼，匹扑调，好啊，老师拄好为了顿灯为大家会记了吼，来叫同学听起来，来大家做伙甲念一遍来起鼓。火车要行东港桥，哪行哪走哪咧叫，一声底来一声长，真熬摇，摇一个来，摇一个去，匹扑调。火车要行西螺桥，哪行哪走哪咧摇，英哥若过是板桥，真熬摇，摇一个来，摇一个去，匹扑调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后回继续欣赏画山画水画玲珑。既然这个笑亏是有法度用字
来表示给大家看的呢。所以我感觉今仔来到这吼，真正互我学足多，甲这个台语有关系的学问。你不要讲台语的朋友爱记的，你若是想要教台语讲的好势，讲的练转，你就再定定讲，定定练，安尼你就会进步。啊，今日真欢喜啊，来录影啊，希望啊后摆佫有更加多的机会会当来上节目。